好，咱继续来读《日兰野城日记》。1654年7月初1，咱昨昏还要读煞吼，读到即个第10个注脚遮尔吼。好，咱继续读咧吼。讲三不五时去视察纠正教会甲学校是一件需要而且良好的代志。若是有原住民遭受到教师伤侪真野线的代志吼，遭受到真侪真恶杂的代志吼，就会当借此来甲讨伐吼。同款，为着要防止佛罗摩萨教会人员甲政务员中间发生纠纷，也爱真适当来制定一寡规则。不哩个较看重着教会人员是较有远见吼，会当允准牧师甲政务人员每一个人饲3只腊狗，学校教师每一个人饲1只腊狗，用来供应因灶骹的需要。但是毋准饲搁较侪腊狗，这腊狗帮忙拍拉啦吼。牧师 Glavius 所提起迄个请求，会当甲伊同意，因为迄笔小，现在只敢若关系到一方面尔，就是上述 Glavius 捌对Verberg 先生得到符克的进行迄个场官啦吼，台湾场官。符克伊讲，以一寡浪费5年的收益做伊为教会工作的即个薪水，条件是伊即个 Glavius 爱踮咧5年来离开佛罗摩萨。伊离开佛罗摩萨了后，还阁有1年，即种薪水会当领取吼。为着要避免继续的争论，所以允准伊领取这1年的即个薪水。伊早提供互新仔人沙瓜的迄200甲的土地吼，会当照所讲的理由，互该新仔人留落来做伊家己的土地。台湾的官员调动因阁下已经知影，并且原来赞同吼。此地就是台湾即只的高丽事务委员会委员吼所提起讲，因为因的辛劳，请互因会当每1年享用52个的请求完全来同意，会当对一般的高利费用吼当中来提取支付。这一寡事务我看过，我无解清楚到底在讲啥吼。亲历的毋知啦，看里面的当然是知影吼。以前提供互新仔人沙瓜的迄200亩近土地，歹势读个。推选商务员 Van Alphen 来做教会长老，是完全错误的吼。因为这违背了董事阁下的命令，按照该命令，必须要对佛罗摩萨议会议员当中来推选有声望的人来担任教会长老。类似的错误选举以后，袂当搁再发生。地方官 Albert Hufland 阁下请求辞职。离开遮要前往巴达米亚，离开遮要前往巴达米亚即个代志吼。虽然伊才担任即个职务无偌久，毋过因为有适当的理由，所以该同意。因阁下已经选好接任该职务的人，商务员 Frederick Shadow， 并且已经派伊做后一帮船前来遮。到时伊就将会如同伊的祖先担任尊贵职务安尼。荣登啦吼，荣登佛罗摩萨第3悬阶的即个官职，地方官。
希腊人北上今仔日寄去因阁下的陈情书，请求减免去年因所答应的北京的1/5的理由。因阁下，即只因阁下是到底是咧讲啥？因阁下认为无理由无成立吼，也无够充分来答应因的要求吼，所以因必须要纳，甲因所存落来迄寡白金仔纳无了。新仔大官郭姓爷来向阮抗议，有一只伊的篷船伫个广州的航线被我方的人抢去船顶的货物，也向因阁下来提出规限该船的要求，该船货物的要求吼。因阁下认为讲，因为尊贵的公司有真侪所在必须要迄个依赖伊的合作，爱靠伊合作。应该将即寡扣留落来的货物来交还互伊。此外还阁要清送伊100担的护照，相信如此就会当结束即个问题。对此地派去东京的我方的官员已经到遐，并且受到该国国王和其他大官良好接待。看咧吼，我记得即张，咱即摆咧读的敢若是一张批的内容啊吼。对吼，即张批是总督阁下写互长官阁下甲议会来批吼。这总督是印尼总督啦吼。好，继续，但是就算安尼，我嘛是内底足侪所在看无解有你讲啥吼。读到对。讲对遮派去东京是越南吼，我方的官员已经到遐，并且受到该国国王和其他大官良好的接待，有希望伫遐来运用资金进行交易，因为出使广州的一个世节大赛就对啦，失败吼，致使到该商馆浪费了所安排的10万荷吨。迄是非常大的损失吼。迄个独眼的希腊人，大家认为讲，伊去年伫咧东京甲日本中间，已经含伊的篷船含贵重的货物同齐船沉去死亡咯。伊还阁伫东京真健康咧活真健康来咧运载真侪歹去的货物转去咯。东京的公司职员。除了其中3人将会坐要航来此地的避雷船 White Valley 号转来遮以外，其余的拢会坐篷船宜兰迪亚号送去日本。对巴达维亚坐快艇 Shelvis 号和 Blue Invis 号去广州的事情，违背因阁下的好意，甲代志完全无害去完全无收获。特使Wagner 甚至得袂到政府当局的接见，只敢若无成效，转来吼，互葡萄牙人大获利益，荷兰人是凄惨遭遇的损失甲羞辱，造成即个结果的理由，听讲是因为无派士绅去觐见大汗吼，迄些大汗吼，会对国号写讲指满清的皇帝吼，满清的皇帝，因为就是无派人去见皇帝吼。如果派去觐见伊吼，会得到伊的批准，安尼一切拢会当成功。即个期间，迄阵剃发的希腊人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中大肆钻营，扮演因的角色。对伫日本帝国，巴达维亚当局将遵照该国的法律，按照历年的习惯，调换 Gabriel Harper 先生，该派商务员 Leonard Winnings 去接任
馆长的职务。等下吼，看者下骹的注脚。里奥纳威尼斯是阿姆斯特丹的人，1643年以学习上务员，坐尾数号去亚洲。1652年以上务员去班达，然后伫1654年4月以上级上务员去日本。1656年转来到巴达维亚以后，被任命做第一上务官，并正做法务议会议员。即个中间，伊还阁担任苏拉特的馆长。1662年，伊归国南对副司令官回国。头前阁有几个人拄则念过，拢袂记小解吼，袂要紧啦，读过就好啦。读到倒？读到即个商务员吼，接任馆长的职务吼，商管的馆长啊吼。又搁虽然讲英国下对日本的来批知影讲，为着要祝贺日本的少年皇帝登基，应该派专使去日本，但今年无拍算派去，因为看袂出会有啥物利益会当得到。阮所需求的25000沓的护照，因阁下真乐意供应，只要所欠缺的准仓莫太严重吼。因为迄寡阵除了装迄寡护照以外，还阁爱对遐吼，阁爱阁录派来出队800个士兵吼，除了要载护照，甲船顶爱阁钱这800个士兵去吼。即寡士兵大部分是因为出队有500个士兵将期满改集来请求派来。因国下今年也已经为着迄个困难的安稳地区，必须派出700个士兵。抵到巴达维亚本身驻军真大欠缺吼，而且因也含阮共款欠缺现款。贸易也因为安尼来停落来吼，因烦恼讲，如果互咱的主人无及时来供应现款，安尼巴达维亚的繁荣将会完全来消失。虽然如此，现在因国下也是送来一箱装着3000西班牙里尔的现款来，会当将即寡现款看作是商品，以1里尔换62个stuvers 来使用。伫赤坎新造的迄座城堡会当继续称作 Provincia 城。而且，即个称呼也含该市镇的名称来相符合，因有太侪理由需要互日咱遮的顶层的城堡安宁落来，而且也为着袂当伤过干那信赖军队，必须要有一个议员去住伫遐。因国下并且决定要由此地政府第2高阶的官员去住踮遐。该处的军队队长和其他较低阶的即个军官，拢必须要归属伫伊的权威之下，并且允准该城堡的锁匙继续来由伊保管。此事必须遵行。为着此地要装落去船顶的即个工作，将会派2只细只古日船来遮。这2只船会当留踮咧遮使用，相信这对此项工作将会有帮助。对伫分发或者是发放伫家人的土地的方式，因国下认为讲这是无正确的办法。因认为讲即寡农地应该爱来真妥当来管理吼。像赤坎的农地已经无互其他人永久啦吼，来拥有迄寡土地，或者是互后人来继承。现在互因真无适当来拥有即寡土地咯，
因颠倒无法度倾着资金来开发即寡土地，也更加无欢喜咯。应该互因来惯势伫困劳工作，一直到有所改善，迄时才来考虑是毋是互因来拥有迄寡土地。总是因阁下无同意，甲即寡土地得到的金钱摕去互原住民，而是要甲伊寄入去公司的钱包内，互公司继续正做安排处理即寡土地的完整的主人。去年对亲爱祖国派来巴达维亚的船，除了3只以外，其他的24只拢先后平安来到位咯吼。就是对巴达维亚派来的船啊，都24只拢平安到位。我国和英格兰共和国中间的战争也阁真激烈地继续，因此遐的贸易也无讲安怎好。毋过我方到今也是得到大部分的胜利。蓝队司令 Trump 率领其拥有100多只舰船的舰队出海来迎敌，因是遐尼勇敢、遐尼英勇来作战、来战斗，总算是互敌方损失20只船了后，逃离开海上。这位司令官是咱亲爱祖国一位英勇的战士，伫战斗要结束的时阵，不幸来着枪击倒地公营来阵亡。伊的个性是我国极大的损失伫咧波斯湾里，我方的人，波斯湾，我方的人也夺取了该国，就是英格兰共和国的4只船。司令官个 Gerald Damer 带领规国舰队也未转去到即个荷兰，因伫咧 Zond 入港来停船，将会对遐有相当的船只来护送，继续航回我国的港湾。好，继续。今年正月11号到2月6号，有8只船伫 Peter Camp 阁下的旗帜之下，对巴达维亚出航前往荷兰，所在资金是177万豪吨。愿大海洋的统治者、海洋的上帝平安带领因来入港，并且互迄寡商品伫市场来得到利益。阿免。以上是这张配主要内容，详情请参阅该函。这张配内容写甲哩啦啦吼，写一大堆，但足侪拢看无。今仔日上午，这个城堡的法庭开庭，终结了诉讼已久的这个处地稽查官 Adrian Van Berg 按照职务上的要求，和处地公司目唱方的主管 Cornelis Ploko 中间的案件。Ploko 被判讲要退出该职务来确定这个判刑确定，如官员名册所详载安尼。阮收到对粤港甲打到寄来的书面消息讲，伫迄边驻防的我方士兵状况良好，身体健康。有5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27个大埔，再有18135斤鹿仔肉，617斤鹿仔骹，5450斤糖水，58斤油，184斤虾，1166斤蚵仔，1800斤佛罗摩萨糖甜27条，家己要食样的米。
此外，还有一只胖船航往平湖坐7个人，再有555斤的福尔摩沙沉，2735斤的糖水。7月2号初四拜四。7月2号拜四，平地船 Whitpart 号的小船约落伫下晡2点，又搁来取地入港。牧师 Robert Van Sassen 解动伊的随从，坐该船来上岸，拢真健康，真有精神，感谢上帝。今仔日收到南区的政务员 Johannes 应该是Olario 寄来互阮的一张批，内容是答复长官阁下伫个6月18号写去互伊的，命令伊爱通过迄一角头仔所有的即个村社。必须全力去扑杀吼，掠即个草米啊，即张批吼。伊讲因4月拢非常勤奋啦吼，非常骨力啦，来遵从命令，也掠真侪草米带入土坑里吼，土坑啦吼。但是即个安尼做根本就无于事无补，因为迄寡数目惊人的草米啊，甲田里所有的农作物拢食了，除非望上帝保庇，迄一角位啊，原住民将会遭遇到极大的饥荒的危险。除此以外，迄边的状况也一切拢良好。下晡看见阁有一只船伫阮西北方的海上出现，但是距离阁相当的远。暗时啊落雨。7月初3拜5好天，但是无风。迄2只小船拢试咧要出港去只 Whitpart 号遐，要去对该船来落一寡钱、盐甲葡萄酒，但是迄只狗仔船因为不按航行吼，不按航行，这是头先按吼。即个头先暗吼，暗就是捌，就是老练吼，会记伫，或者则是会晓伫，即拢叫做暗。明白哉吼，唱念隆重，伊拢是暗。即个暗字是拄则讲。我来查一下即个，即个其实是读做安啦吼，华语读做安。安就是熟悉知影吼，不安就是毋知嘛吼。好，7月3号拜5吼。好天无风，但迄2只小船拢试咧要出港去只Whitpart号遐，要去对该船来落一寡钱啦、盐啦、葡萄酒吼。但是迄只狗仔船因为不按航行，就是为什么不按航行呢？好，为什么毋知要怎航行？一只船啊，毋知吼。又搁强要无风吼，所以甲即个伫南边的即个海坡顶来即个坐对啊吼。迄只小船趁着微弱的西风，出港航往该船，伫下晡装上迄寡货物转来入港，并且将货物甲落来。暗时啊，迄只孤日船又搁浮起来，并且驶出港外咯。昨暗阮伫厝地看见的迄只船。伤过白去吼，看起来是被强大的潮流甲伊杀去的，
因此阮到今也未取得任何的消息。读这无故事性。这个社保的法官今仔日开会，并且宣判对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Prokopy 的判决。又搁因为这个被听一个人即将要离开前往巴达维亚，因此佛罗摩萨议会决议，公司目唱方的工作以后将由 Olivier Brewer 和 Nicolas Warnier 两人共同来担任。但是日薪就是逐工年薪水的但是日薪的支付将会由下设商务员 Jacob van de Gutter 来经手办理，为着是要防止各种弊病这个人反正已经处理现款了，已经领取现款了，并且又出力每一工经手收支、涂装品的出卖甲目唱方材料的采购费用又搁因为司法案件愈来愈多，因此任命下设商务员 Paulus Davids 为秘书处来宣誓的职员，用来协助秘书 Jacobus Valentin。这个Davids 是下设商务员Paulus Davids。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就是因为秘书处宣誓职员。好，讲即个 David 除了即个任务了以外，也被任命做婚姻事务委员会的秘书。最近对几只旁船扣留落来的走私偷运的鹿仔肉，因为物主的请求，阮出地任免，阮准因伫每一担支付7里奥了后来归还互因。有一只旁船以前载着新仔人。边个迪拉和伊个人从此地出航要前往柬埔寨，但途中被漂去琉球，又搁对遐漂去日本。现在对日本经过斯瓦蒂亚，经过沙粒转来到此地顺利靠岸，因对日本查来公司派出日本的相关官长 Gabriel Harbour。阁下来写批，互此地长官阁下函议会一张批。事期是今年5月12号，写讲虽然讲因上北去到江户宫廷的旅程，比过去2年的旅程开搁较侪时间，就是对旧年12月25到今年4月25但是此行结果真互满意啦因伫咧正月29号到江户3月16号得到允准来觐见皇帝，并且伫咧5月19号伫迄个城堡里告辞，并且接受通常的会礼。因无被问到关系到城市或者是贸易的事务，大家对因拢真友善，特别是专员叫做德福殿伊甲一切代志拢往好处讲去，看起来咱荷兰人伫遐还阁会继续保持友好的声誉啦对，即个德福殿特别是官员德福殿、主福殿来，下对主角讲是因拢有诶钱上伊个姓应该是钱上啦真赏德福修正中迄是伊个名来看，德福修正中。日本负责甲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接触联络的专员可能是对1640年开始，后来因为伊被认为少年时阵捌饲一个基督徒来失去失宠Otto Wagner 是出道的下设商务员，
伫建龙宫廷的途中过身，代志功夫第7个注脚吼。读较对啊。讲因无被问到关系城市甲贸易的事务，大家对因拢真友善吼。特别是专员吼，着福田吼，伊甲一切代志拢往好处讲去吼，好处讲去，看起来荷兰人伫遐还阁继续保持美好的社会。这拄则读过，着福田我看到第6个注脚讲是，我拄则读过嘛吼。好，继续读落吼。设上务员 Otto Walker 先生伫江湖过身，伊的尸体遵照礼仪恭敬来埋葬伫遐。因为即个基因，因迄阵以后也会当伫遐来埋葬咱过身的人，如同以前伫个庇护安尼。有真侪商品，包括大批的丝甲布料，对下门顶地用各种的芳醇载运到遐的市场。谣言流传讲，国姓爷已经和塔坦联合起来，并且被塔坦任命做几个海港甲广东省一部分的地区的官吏。因希望讲听到造谣，即个谣言是毋是真实？也希望知影讲福尔摩萨状况。上述一只芳醇对新南海载来取缔的号码是如下：7篮零仔、3担半丝、3包西零、16担麻、18捆纸、10担钉仔、70担棉环、1担药草、1担日本的薰草。夜间又搁落一寡雨，今仔日后2只芳醇对片湖来遮做10个打补。好，7月初是拜六，我休一下吼。哎呀，我的水拄则停，恁会知影对，我摕水者。7月初是拜六好天，有日头，但是真热。迄只小船载迄寡要载去日本的糖，出港去装上即个 Whitpart 号。有3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122个打补，再有63捆的西南的纸，138担的盐，80斤油，142包薰草，3担白青丝，6箱搁4包白色的铃仔，9包空眼布，70担棉环，10担钉仔。16担的麻，60捆的茶帮。7月初5礼拜日，今仔日早起，金瓜国下派水手长，就是 Luswick 和领港员 Zeke Pieters， 做一只3磅送批去，互阮伫遮看到，但是还未来靠岸迄只船。批呢命令该船主管爱南平，搁较南平来靠岸停泊，因必须全力设法安尼来做，以免去拄着暴风雨的袭击的时阵来困伫迄个北边的礁石区。如果因欠缺啥物物件，或者是需要知影啥物消息，会当甲阮讲，阮将会派上述的水手长和即领港员送去因遐。佩尼也甲因讲，如果天气甲风无问题，就要先将批信金钱交即只小船送来遮。因一旦来南岸停船，就要甲即个破病甲警的人拢送来起山登陆然后的代志将会搁再送命令去互因。今仔日是敬拜上帝日子，早起小船也载糖送去互
White Part 号要去转装互该船。要暗嘛追求长鲁斯温克含一个该领港员坐迄只舢舨入港转来遮。早转来消息讲，最近到台湾的迄只船是平尾船 White 号，距离就到呾已经7工前啊吼。对巴达比亚前来处队的牧师 Abraham Daber 伫咧该船顶过身咯。迄寡批信也由上述的这鲁斯温克交互长官阁下，伫影里伫深夜啦吼。即只威特兰号来顺利来到南华停泊。俄罗上帝该船顶的船长吼变甲相当的严重，所在货物总价达是79943毫吨。哦，逐工拢写甲袂少吼，但是毋知咧写啥吼，写一寡代志拢足懒懒散散的代志啦吼。7月初6拜日非常好，应该是天气非常好，但是真炎热的天气吼。微风对南方吹来，一路伫咧中岛，这两只小船对平尾船 White Part 号对遐转来到遮入港。迄只古子船载护照，迄只小船载着灯甲茶帮等等物件。这两只船载转来即寡货物，今仔日也拢落船啊吼。下晡，阮对一只前来处队的篷船收到主治医师 Christian Bayer 对下门岛寄来一张批，次期是今年6月20号，写讲因最近的即个5月23号去到大关国姓爷遐。过当日国姓爷就召见一个贝尔一个医生，互伊看伊的症状，伊的镜头啦吼。伫伊的倒手，哎呦，来注意看吼，看即个国姓爷破到底生啥物病吼？30号吼，距离伊过身过8年吼。伫伊的即个倒手，这手臂是要安怎讲？真正是练了最上简单的就袂晓啦，查一下。手臂，手后软吼。毋是，这是。就是迄个手刀人吼，我记得看会使讲手刀人，手后甜吼，手后甜，缺入无缺出吼，手后甜吼，所以你看安尼听就知影，手后甜就是手会缺入的折弯的啦吼，缺入就是讲，就是安怎？灰色我袂晓，手后甜，缺入无缺出嘛吼，意思就是较照顾亲情，无照顾外人吼。手臂就是手臂哦，这是鬼色安尼写手臂吼。姓王的手臂吼，手顶节吼，手顶节是上臂，手顶节吼，手骨是手臂顶节的部分嘛，叫做手骨头吼。平常时我都足罕咧听人讲这呢，真正，所以我毋知呢。手顶节吼，手后甜吼。但是我来感觉手后甜应该是指即个肘部这只关节遮吼。这来甲看一下做台语啦吼。
手背手臂、手背，我直接用手背词手骨、手骨、手骨，手臂的手骨。手顶则是上背手骨，手臂的顶侧部分手骨头，手骨。好，咱转来看即个郑成功的病吼，伫个倒手骨生几粒肿瘤吼，生几粒瘤。根据该官员家己的想法，是因为寒冷甲风引起，但是贝尔却另外有其他的看法。国姓爷对伫要服用伊的一寡药啊，非常的丢毒吼，显然是出自怀疑无信任，这互贝尔感觉非常的困扰吼。贝尔所调制吼，所转的即个药啊，必须伫个国姓爷的医生的面头前来调制转药，而且药物的成分事先必须由国姓爷家己看过。虽然伊对迄寡成分并无知捌，因此贝尔真希望讲提早来逝去即个空气吼，转来遮吼，做了无益无事吼。虽然安尼，因已经将该症状治疗到迄寡瘤已经开始消散去，并且已经软化。但是现在因为欠缺药啊，迄寡会当完全消除迄个病源的药物，欠迄寡药，因此国姓爷非常恳切来请求，请长官阁下将附加的药单顶的即个药品对台湾遮寄去予伊。这是国姓爷强调伊要来寄批来遮的理由。国姓爷捌命令伊，要互处地长官阁下写讲，伊已经派人去西南沿海所有的港湾去探听过，是毋是旧年有荷兰人坐大船斯米恩号，根据传说伫遐来失事，是毋是有人上岸登陆，但是拢无人知影即个代志。国姓爷互伊一个月10两银甲4个钢炭是12公斤的米作为生活费，甲含伊同齐去的士兵，原来一个月互3两银甲4个钢炭的米，用即寡生活费伫咧即个食物真贵的即个遐吼，因生活得真刻苦。迄个西南人师哥是住伫咧处地台湾的西南生意人，叫做西沙贡的后生。被遐第2高阶的官员安皮贾派来做翻译，但是因为即个人真敖讲白菜，所以拢袂当甲伤信任伊。对荷兰人上友好的人是官员三家，伊是一个非常慈悲善良的人，对阮有真有好感。贝尔也受到伊真好的款待，但是伫遐也有真无介意荷兰人的人。不过国姓爷本人伫即方面还阁算通情达理。若是迄边的状况如何，贝尔毋敢写甲伤详细啦吼，因为伊无啥信任即个西南人，伊要保留到等见到长官阁下时才当面报告。以上是即张批内容。阮也对前来处地西南人知影讲，迄只公司租用的对避难一直还未转来迄只篷船，已经去西南沿海去靠岸所在落坡被官员
暗架来甲卖掉。船顶3个荷兰人伫途中被希腊人拍死，究竟如何？万能的上帝知影。阮对此也袂讲点睛，无叮当吼，一定会去找迄寡人来算账。7月初7拜二。好天，但是真安静吼，真细微风对南方吹来，天气真炎热。早起迄只小船吼，载着糖载去互变雷船 Whitpart 号。即寡糖种的由该变雷船载去日本。长官阁下也派高丽事务委员会委员叫做 Nicholas Loenius 和 Matthews Gomersbach 做代表。该同该委员会秘书 Paulus Davids 去变雷船 Whitlam 号遐，编列伫该船顶各星期的牧师 Abraham Dubber 的慰问的清册吼，就是去遐去做册啦，做即本关于留啥物物件落来。下晡迄只狗入船。装载落坡甲糖要载去互变雷船 Whitpart 号，但是因为今仔日风力伤细，无法度出港。昨昏初6有3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70个查甫，载有7275斤鹿仔肉，19346斤咸鱼，3206斤蚵仔，537斤虾仔，各150斤的糖水，100斤福尔摩沙丁。50斤的油，3队昨昏也有8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坐575个查甫甲61个妇人人，再来156担的盐，2923包薰草，63捆粗纸，1590斤油，6袋红米，36罐三水酒吼，伊即嘛拢写三酒吼。进前我看马云分享啦，讲迄个叫做三白酒吼。好，177个铁蛙，5000倒虾，100捆绑70支油纸线，雨线啦吼，油纸用迄个油纸去做。200张草草甲200领的草草甲150箱丝一个帽仔。7月8号拜三，透南风好天，早起9入船载着迄寡货物出港咯，并且去到迄只 Whitpart 号边仔。今仔日长官阁下也写一张批对陆路送去避难，用来答复最近对遐所收到的来批，内容请参阅书信簿。7月初9拜四，逐工拢有记啦吼，逐工拢有记。拢无漏交去吼。7月初9拜四，炎热的天气，有微风对西南风吹来。午后无偌久，迄只小船来遮靠岸，再有一寡对变雷船 Whitlam 号所载来粮食。即寡粮食随甲因落来。要暗下迄只9入船也对变雷船 Whitpart 号遐转来到遮入港，再来护照甲包装的抹布。今仔日，阮也对南区的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收到一张简短的来批，无特别重要的内容，请参阅书信簿。7月10号，拜五，炎热的天气，微风对南方吹来。早起，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开会，迄只9入船今仔日上午甲昨昏载来货物落来，下晡就有个船要载去。互变雷船 Whitpart 号的糖，迄只小领工船也对 Whitpart 号载护照转来遮入港。即只小领工船是为着要落了迄寡，要甲迄寡货物落了。今仔日早起特别派去遐的吼。7月11。拜六也是微风炎热的天气，上午迄只领工船甲所在护照落了，伊阁装一批要交去互 Whitpart 号的落坡，到迄只9入船顶。
要暗啊，即两只船拢载着落坡甲糖，搁再出港去迄只 Whitport 号遐。因为无风，迄只高子船就用规只其他人的舢板来甲伊拖出港外。自由市民 Nicholas Vermeer 今仔日下晡对北边的淡水坐伊的篷船转来到遮。伊伫迄边的交易损失的较侪个有利益的，因此真侪伊的好物拢必须搁再转来遮。伊对伊遐所载着一张商务员 Iberon 的内批。无偌侪重要的内容，请参阅书信簿。不过有提起讲，炒面啊和热边吼，伫迄个地区非常的高，非常的即个严重啦吼。巨轮山区内的人巨轮山区内的人吼，经过巨轮是地名啦吼。经过我方的翻译员和该山的山脚的居民来商谈了后，已经诚做阮真友好的人，并且和阮结盟。巨轮山区啦吼，三对迄寡德产社人无放弃对帕戈塔基亚、马塔达斯、杰罗和西纳奈人和其他人的压制。理由讲是即寡人自古就已经必须要纳税。互因，虽然讲因无反抗尊贵的公司，但是如果阮要阻止因的行为，因就要摕起弓箭来防卫家己。对即件事应该如何处理？伊不能听候阮来互因命令。7月12日，礼拜日。今仔日是敬拜上帝日子，下晡迄两只小船拢转来港内好天。7月13，拢无即种今仔日读的拢无即种连贯的故事啊，拢哩哩啦啦啊，读甲安尼。7月13拜日，游园是继续好天，但是真热。迄只小领港船吼，装糖甲落坡，载去要交面对船 Whitport 号。阮收到商务员 Van Ipeland 对北边的淡水寄来一张简短的批，无重要内容，只敢通知阮讲，载即张批来的人是旧年的南坎的白箱，伊坐伊的篷船要航来此地。7月14，拜二天气如同昨昏，非常的恬静。载去迄只高子船载着落坡甲糖，要搁载去即个 Whitport 号遐，因为无风，又搁必须用舢板来甲拖出港外。要暗啊，迄只小船对便对船 Whitport 号遐载沿转来遮吼，沿然后迁然后就是沿。今仔日长官阁下受到政务员 Jules Van Bergen 寄来一张简短的批，写讲伊迄个地区除了伫大武人迄一角位啊吼，还阁有真侪草面啊留伫遐以外，一切拢算好。毋过，迄寡草面已经有真侪被扑灭掉。为着要互原住民去掠迄寡草面照顾因的产源，就根据最近互因的命令，互原住民每一工早起只敢若上课2点钟，无发生困难，但是有一寡田吼，还阁有希望，因为被即个草面加长的即个稻又阁开始咧剥芽吼。并且定心阁开始咧抽水，这真是万能的上帝，因为怜悯来做特别奇妙的工作吼。为此，阮对内心懊恼甲感谢吼。长稻穗吼，就是抽水啦吼。今仔日上午，长官阁下派下属商务员 Lord Bromer、高理事务委员会秘书保罗斯 Davids 和水手长 Louiswinkle 做代表去比对船 Whitlam 号遐，来编列昨昏伫该船过身的即个船长的慰问的清册，并且由即寡代表代替长官阁下伫个互比对船任命 Algeciras Junk 来接任该船船长的即个职务。安尼决定是根据伊国总督最近伫巴达维亚的备忘录里
含即寡人读定用的时阵所写的内容，讲即个奥客是一个真谨慎真小心，伊佫有真有经验的海员，因此相信伊应该适合担任即个职务。今仔日有一只庞船对此地出海前往西南海，坐60个大埔，再有1200斤糖水、4000斤咸鱼，也有4只庞船出航前往平湖，坐38个大埔，再有600斤糖水、20担鹿腿甲8道家己要食用的米，还佫有一只庞船航往佛罗摩萨的南部，坐6个大埔，再有60道米、8道的大马、5罐西奈的即个阿拉酒。7月15拜3，游玩是良好但炎热的天气。美方对西南风吹来，今仔日台湾的教会议会代表来甲长官阁下讲，今仔日伫因庄严的开会中决定，为了要伫佛罗摩萨促进基督教的教育，牧师 Robertus Van Sassen 将会派驻小人。如此决定符合巴达维亚因阁下的命令，所以长官阁下和议会欣然同意。也的确也知影讲，新来此地的探访团队 Vincent Juice 将会派驻 Provincia 接替的探访团队 Arcus 的工作。伊和公司的契约将要满。伫伊的请求之下，已经同意伊入来离职。今仔日也有伫罗山的原住民来遮，非常恭敬谦卑来请求讲，为着要伫做甲惊人的即个草民威胁之下，保护因的产园。伫即个期间，恳请因互因来免对每一天拢爱上课的规定，并因为因的安定繁荣，拢是靠即寡稻田。如果无爱去保护因的田，真可能因会将会因为即个稻作，就是因为稻啦被毁坏，来遭有严重的饥荒。因此出伫当前，就由长官阁下允准伊所请求。请求啥？无啥物。今仔日有3只庞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117个大埔，再来27捆粗纸，260斤油，280个铁花，84担盐，1697包薰草。昨暗迄只小船载着落坡，用舢板拖出港外，因为完全无风，继续航往威特帕号遐要去社交因所装载的货物。7月16拜4。美方对北方吹来天气炎热，继续连续几工拢伫咧下晡听到远的所在天顶咧弹雷。好，咱今仔读到7月16啦，拜4，都读到半个月一点钟读到半个月尔，算足慢的嘛袂讲介慢啦，含较早咧记小比起来拢差不多。好，后一回再来读7月的后半段看一下有啥物笔记。手骨手骨，这只翻译叫做手骨手骨这个词也指手背，尤其是上半部叫手骨过来是骨血，我捌听过咧。即个词会当用来指手背，但是有时啊会早有即个较口语化去的感觉胳肢窝叫做骨足尾，即个词是指手背下方迄个腋窝，讲鬼人空啦鬼人空，手骨头这拢是拄则讲的好。安尼，咱来开放啦感谢各位。